上班哦，加用走谈呀，无出团。戆囝，搁咧喊面哦，叫我头乡长李文钦来咯。咱现场已经超过1万人啊！我才甲水咯！这不是什么人会当去的呢？迄款所在你嘛敢去哦？啊是有便当通食无啦？我是为了我家己，我有水某啊！我只要有你就好啊。你讲位啊？咱是毋是敢若会晓讲政治？其实并无真正来关心人。迄天我若是甲动，为伊受苦。受苦的代志，到阮为止。